收 ePay 收款教學，準備收款，選擇銷售，輸入金額，之後撳收款，拍卡收款，選擇卡支付，請客人將信用卡或者電子錢包放到卡機 NFC 接收位置。掃碼收款，選擇 QR 銀包，然後掃描乘客 QR code 直至出現打印版面。成功收款。成功後，卡機將自動打印收據同出現成功接受版面。收 ePay，你的業務收款首選。